干网呢，一贯到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啊。这个画面提供很多好康的嘞，人类共有资产，21个网络免费影音图文网站，YouTube 音乐影片免费资源网站涵盖历史、地理、语言、音乐、科学、数学等等的资源提供各位老师与学生们参考。欢迎大家提供更多的。还有台湾故宫开放7万张呢书画器物图片免费下载，教学与商业皆可用你看重大发现，你看研究一些真理，认识真我，更好，得到孔孟圣道三宝心法更好。人家禅修的坐禅了，得了三宝心法以后，坐禅更容易，成功了，得力你看往左边，这个画面是所谓，那往右边，往左边移动是影片呢，再往左边移动是播放清单呢。古文观止也有逐字念，群书治要也有逐字念，因为净空法师很推崇的群书治要，唐太宗派的大臣，著作的，你看整理编撰的。然后你看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大字版还有义和双月刊的逐字念呢，寺庙灵签研究的逐字念解说参考善书经传游记还有中英文对照的游记英文游记第一游记英文版中英对照的是济公活佛做的诗逐字念的影片13经逐字念呢，有做了很多加入清单的，才只有一个很多人还有很多是可以做的了。母亲节要到了，要帮母亲增加功德。再往左边就是看社群呢，按下去显示完整内容好多好康的资源分享按这边按那个向左的箭头要回到那上一层分享获利人类共有资产呢，就是在社群那边。另外一贯到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进去以后看社群有些好康的资讯分享了，这就会放在社群公布。那频道你看频道也很多了，你看很多内容了你看频道有很多内容，李博士、小奈米，这是道清呢，很优秀北一女毕业后来念到博士，你看又是道清呢，花一崇德的道清呢，花一崇德单位道清呢，可能有在一贯道的大学里面服务学武功的、学功夫的，还有这免费教学的，这是开放课程的，很多内容呢，庙会的啦、种菜的啦、养生的啦、武功的啦、研究历史的啦，你看打太极拳的啦，内容很丰富。再往左边里简介呢可以知道说观看次数有多少74万8264，订阅人数1063。
民国104年到现在108年，4年多了。现在5月11号了，4年多70几万，1年几万了，不到19万，18万多，就这样啊。那个滑动向左向右滑动，